再来看台南的桂林，有一间幼儿园，一礼拜前有教保员和家长指控讲虐待囡仔。这几天哦，共一间幼儿园别班嘛逼出讲有9个囡仔嘛，互教保员苦毒。台南市议员就批评教育局的机制已经失灵，嘛强调讲市政府应该赶紧来定出自治条例，针对私立的幼儿园，就爱增监视器，嘛爱加强稽查。囡仔当咧行路，教保员甲伊摔倒，佮甲头针、甲耳仔、甲揪条条，拖去边啊，强逼要甲饲物件。毋但安尼，佮有细汉囡仔来来回回，互人拖起来转几啊摆，互人看甲真毋甘。七十几年这间幼儿园的碰瓷班，有18个囡仔，互教保员用无正当的方式管教。同一间的海岸班，佮逼出24个人，就9个哪像互教保员苦毒。点市议员开记者会，出面甲教育局的处理方式，考试甲无一地好。就是为什么老师可以这么狠心的对待这些小孩？因为他们也都还小，甚至很多小孩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被处罚，这样被打，因为他们看起来的眼神真的也很无辜。教育局，你经常为什么台南市怎么变成是一个虐童的城市呢？这样子的话下去，你知道这些家长真的是要能安心去工作吗？家长讲，本正是吊电眼要看因的囡仔，无经过煞看到别班的囡仔嘛安尼互糟蹋。根据了解，目前家长也未报案。不过，桂林分局讲，昨陆续有家长联络来看影片，但是近来少连续发生苦毒囡仔的事件，立一足质疑教育局内面的机制敢是失灵。对此，教育局回应，这位老师已经停职，后续会交予相关单位来调查甲认定。我们一定会做这个停招1年，这一个让园所来做一些反省。如果更严重的话，我们不排除撤照这样子的动作。我接受，我没有尽到督导的责任，但是我们都有在认真的告知啊，认真的管理啊，这一块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啃他？因为我们也规定很严啊。里面就议员建议教育局未来通爱定期调查电眼，也呼吁市府未来爱针对事后来将电眼的自治条例，来防止这款事件再发生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